中山三寶會員旁成熟商圈，成熟配套，3萬蚊即可上車，1000隻豪宅單位。Hello， 歡迎收睇怡景致美麗家頻道，我係 Simon。Simon 今日嚟到中山石岐嘅三寶會員店，隔離有個樓盤叫做江魚灣啦。佢係現樓現證即買即收樓，而且現時賣緊嘅就係望江嘅單位。喺中山石岐望江單位真係賣一套少一套，係一個咩事？我哋一齊去睇睇。好，咁我已經係到咗8棟嘅3樓嘅實體樓呢邊，總層高26層高嘅。咁我哋現時賣緊嘅咧就係隔離2期嘅10棟，10棟同8棟嘅戶型間隔係一模一樣嘅。咁啊睇翻佢呢個戶型間隔先啦。咁我哋現時咧就喺另外一部 lift 嘅出口位置，三面嘅左手邊呢邊有部 lift 啦。咁啊出到嚟之後咧就會有2伙人家，因為我哋呢度係板樓嘅設計。2 lift 4伙，三人身後呢度仲有條連廊，後面個位置仲有2伙嘅。咁一入到嚟呢度咧，我左手邊呢度有個82方，同埋呢個係89方嘅戶型嘅。咁入到嚟之後咧，呢、這個實木門、密碼鎖都係我哋家樓標準，同樣呢個都係不可缺少嘅嘢啦。一入到嚟之後咧，左手邊呢個位置就有個廚房，咁呢個廚房咧唔大。講真心一句，真係唔大，因為呢個位置預留咗個雪櫃位置啦。如果假如放咗個雪櫃之後，會更加嘅細，所以呢一個雪櫃，Simon就唔會建議大家放喺呢個位置啦。咁現時咧，廚房3件套同埋吊櫃、洗手盤、星台、星盤呢啲全部都係家樓標準嚟嘅。OK， 咁啊再移到嚟我哋嘅飯廳同客廳啦。咁佢呢個開間咧就係3.4米嘅。實際嚟講，如果你放個4人位嘅長方形嘅台咧，實際都有足夠嘅位置嘅，可以喺呢個位置咧適當咁樣做一個餐邊櫃，會將嗰個雪櫃位咧擺喺呢度，據又可以做埋隔斷嘅屏風，唔使一開門直對過嚟呢邊，又可以喺呢個位置 set 一個餐邊櫃，咁樣咧成間屋個氛圍同埋個佈置嚟講咧就會靚仔好多嘅。咁啊再到嚟我哋嘅客廳啦。客廳呢個開間咧係3.4米㗎啊，咁啊坐住喺呢度睇住個大液晶電視，其實都幾正下嘅。咁你現時見到嘅，除咗呢個風乾機唔係我哋家樓標準，其餘全部都係家樓標準嚟嘅。白色嘅乳膠漆牆啦，仲有雙眼皮嘅燈槽啦，呢啲都係家樓標準嚟㗎啦啊。再過到嚟露台，呢個咧就係超重嘅雙層隔音玻璃嘅推拉門。所以打開之後，呢個開間咧就比較闊落啲。一出到嚟，呢個長度係3.4米，深度2.1米，所以我哋呢個露台咧亦都非常之豐富㗎。而且我哋呢個係80幾平方嘅露台啊！一出到嚟睇翻我哋嘅景觀視野先。咁講真心一句嘅，你現時8棟嘅景觀同埋隔離2期10棟嘅景觀咧，實際都係望內園嘅景觀嚟嘅。咁我哋2期咧。全部個樓已經起好晒㗎啦，現時花園亦都係鋪設種植緊綠植喺度啦。咁我哋呢一個1期咧就係今年嘅12月份收樓，咁2期咧就去到明年嘅12月份之前收樓嘅，所以相對嚟講嘅話，你買隔離嘅話咧，價格平靚正，只不過係施蝕少少嘅收樓時間就要去到明年嘅。OK， 咁啊再睇翻我哋嘅正區，一入到嚟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共洗手間位置啦，淋浴位置啦、馬桶啦，同埋鏡櫃啊，呢啲全部係家樓標準嚟㗎啦。咁啊，再過到嚟呢一邊，呢間房咧就相對嚟講以陽台佈建，贈送一半嘅房嘅。咁如果呢間房你唔需要3間房嘅話咧，可以將呢間房做埋衣帽間、多功能房都得嘅。因為呢個房個窗一打開之後咧，佢就直對住
我哋中間嗰條連廊嘅位置嘅，可能私密性嚟講咧就會舒適少少嘅。咁啊，平時如果休息嘅時候就一定要將個窗簾關翻啦。咁啊，再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長輩房啦。現時就放咗張5尺嘅床，三邊落床完全冇問題。呢邊仲放咗個學習台，如果你唔放學習台喺呢邊放個衣櫃，完全冇問題嘅。但係佢好在勝在咩呢？飄窗嘅位置全部剝晒嘅，所以利用空間會更加實用嘅。我哋呢個冇飄窗嘅位置啊。咁啊，再過到嚟我哋主人房，主人房呢邊我相對嚟講會闊落少少嘅，同埋呢個淋浴間嘅位置其實都幾寬闊㗎，一個大肥仔完全都冇問題㗎。咁啊，再過到嚟主人房啦，主人房現時咧就放咗張5尺嘅床，其實你放個6尺嘅床完全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嘅飄窗嘅位置又係剝咗嘅，所以咧放個6尺嘅床做埋個衣櫃，咁我哋呢間房同埋隔離嘅長輩房都係正南朝向，望我哋嘅內園景觀，視野採光亦都非常之好，所以呢一個總 total 嘅銀碼亦都非常之靚仔。佢現時二期10棟嘅單價咧就係去到10800任選樓層，咁呢個單價相對嚟講，江魚灣呢個樓盤嘅話咧，前所未有嘅價格。之前一期啱開售嗰時候，亦都賣緊15000、16000嘅價格，咁現時10800任選喎，去邊度揾得到啊？而且現時開發商搞緊促銷活動，仲送埋屋企嘅家電，全部家電係開發商送嘅，再加上5年嘅物業管理費，再加上我哋隔離就係我哋嘅3號會員店啊嘛，必不可少到嘅就係去嗰度買嘢啦。開發商亦都會考慮呢個問題，再送埋10000蚊嘅3號會員店嘅購物卡俾到你自己去置下屋企入邊嘅生活用品嘅，正唔正 ？OK， 咁我哋再睇睇大少少面積嘅。好，咁我哋依家到咗3棟嘅24樓，總層高26樓嘅，亦都我哋現時身處係鳳凰樓層啊。喺三人嘅左手邊呢兩戶咧，就係我哋146平方嘅複式單位啊。如果有對大面積複式有興趣嘅，可以私信翻三名，我發個最新嘅 video 俾到你嘅。咁我哋呢一棟樓同啱先嘅8棟同10棟最大嘅區別就係咩咧？啱先8棟同10棟係板樓嘅設計，我哋呢個係塔樓嘅設計嚟嘅，2梯4伙啊。咁呢2伙咧，03同04咧就係107平方嘅。現時在售緊嘅就係我哋03戶型呢一條腿嘅。咁同樣南朝向望江景嘅，只不過04戶型咧就會多咗門口呢個位置咧，可能相對嚟講中意擺嘢或者就腳啲嘅咧人士就可以將呢度放一放嘢啦。OK。入到嚟之後，我哋呢度3+1嘅戶型，一入到嚟交標嘅時候，呢個位置係一間房嚟嘅。咁後期因你自己點樣去 design 啦，亦都可以做翻一個咁樣開放式嘅空間，可以喺呢個位置做個茶室啦、書房啦，做個開放式嘅書房啦，其實都好 OK 啊。咁喺呢個窗望出去，可以望到我哋嘅城市景觀，又可以望到我哋嘅3號會員店嘅位置啦，再將目光移過少少咧，就可以望到中山站嘅。現時就係中山站，後期會升級為高鐵站同埋嘅廣州18號線地鐵站嘅。咁後期喺呢度坐高鐵翻香港咧，3站即到達香港嘅，亦都非常之方便嘅。或者坐幾站咧就可以到達廣州嘅珠江新城，同朋友飲個茶幾 happy。OK， 入到嚟呢度位置咧就放咗張長方形嘅台啦，咁後期因自己嘅 design 位置咧，可以放個小型嘅圓形嘅台，其實都 OK 嘅。咁呢度咧交標嘅時候咧，就係做半開放式嘅廚房嘅，上面會有個推拉軌道，後期你要煮嘢嘅時候，將個推拉門全部關翻，唔煮嘢嘅時候全部打開，就叫做半開放式嘅廚房。咁入邊嘅吊櫃3件套，都係我哋家樓標準嚟嘅，包括呢個中島亦都係家樓標準。其實呢一個廚房，你話講佢好見使，實際就唔係好見使，但係佢勝在好睇，同埋相對操作上嚟講咧，會好操作啲，但係使用空間就會少啲啊。咁啊，再過到嚟我哋嘅客廳，
客廳嘅開間係3.8米，非常之寬闊啊！再加上配埋2大線嘅推拉窗，同樣啱先Simon講咗，雙層嘅隔音玻璃可以隔絕出面馬路嘅噪音同埋其他多餘嘅噪音嘅。一打開之後，7米嘅露台，嗱，7米嘅露台，再加上咁靚嘅景觀，呢一個景觀唔封窗真係嘥晒啊！可以將出面嘅城市景觀同埋我哋嘅呢一個體育場嘅景觀，再加上江景、旗杆新城景，盡收眼底嘅啊！將個光移過嚟右手邊。右手邊可以睇到我哋大信嘅濕地公園同埋嘅體育場，入邊有籃球、乒乓球場、羽毛球場，全部都有嘅。再有江面嗰個位置咧，就係我哋每一年端午喺嗰度爬龍舟嘅位置，喺屋企就可以睇到龍舟賽事。你話正唔正啊？再將目光移過嚟左手邊呢一邊，左手邊大家見唔見到圓形嗰個嘢？嗰咧就係叫做旗杆新城嘅小巨蛋嘅體育館。體育館現時已經投入使用咗噶啦啊 ，OK， 咁再將目光移過嚟我哋最近距離嘅左手邊，咁呢一個貼皮棚嗰個位置咧，就係我哋一個中誠百貨，係啱啱開業嘅百貨嚟嘅，可以喺屋企正門口行路過對面馬路，即有埋超市，可以讓大家買啲生活用品啊，各方面都 OK 嘅 ，OK， 咁啊再過度嚟睇下我哋嘅靜區部分。因為Simon啱先講咗3+1戶型，嗰度有間房，呢度有3間房，再入到嚟呢度咧就係聯通埋我哋嘅露台嘅一間房，現時放咗張5尺嘅床，3邊落床，呢邊做個衣櫃。其實呢一間房點解可以放話講設置為父母房、長輩房咧？因為佢聯通埋我哋嘅露台嘅，咁啊父母早起床早瞓，咁可以直接喺房間出去露台嗰度食下煙、神下雲就 OK 嘅。咁啊，呢度咧就係公共洗手間位置，淋浴間馬桶同埋洗手台呢啲全部係加樓標準嚟嘅。再過到嚟呢一邊，呢間房咧就以陽台佈件贈送一半嘅位置嘅。咁呢一間房嘅話咧，可以設為衣帽間甚至多功能房嘅。咁呢個窗望出去咧，就望得到我哋嘅城市景觀，更直觀咁樣望到我哋嘅三寶會員店以及大信嘅所有其他嘅樓宇啊，包括中山北站呢啲，全部都盡收眼底嘅。咁再過到嚟我哋嘅主人房先，呢邊咧入到嚟就係主人房嘅套間啦。其實呢個主人房真係好大，呢個洗手間幾大啊，係嘛？嗱，呢個淋浴間亦都非常之寬闊嘅，咁可以喺呢個位置相對咁樣做一個餐邊，即係個唔係餐邊櫃啊，係一個收納櫃，將女士嘅所有嘅化妝品啊呢啲全部擺喺度嘅。咁啊，再到嚟我哋主人房，主人房放咗6尺嘅床，三邊落床，跟住有個衣櫃，270度嘅一個落地窗，睇住出面嘅景觀視野。講真一句，如果係我會喺呢個位置放一張搖搖椅，坐住喺呢度睇住出面嘅景觀，真係一日都唔需要出門口啦。因為不管係山景、江景、城市景、體育場景，全部喺我腳下。呢一個景觀真係好靚啊！即唔係話我黑 sell 啊，或者去講得好誇張。你可以親身經驗咁樣過嚟現場睇一下呢個景觀，呢個就係實地嘅景觀，拍出嚟就係咁樣嘅，同埋嚟現場睇會更加嘅震撼，更加嘅靚啊！相對嚟講咧，佢呢一個望江景嘅價格咧，就相對嚟講咧就會比我哋8棟啊、10棟啊咁樣略貴少少嘅，但係勝在真係可以睇到真正嘅實物景，同埋呢個景觀係永久嘅，即唔係話講幾年後前面就會起一棟高樓大廈綁住，唔會，因為前面全部係別墅群體啊咁樣嘅，再咁樣喺呢條路直接過去就可以到達我哋嘅三寶會員店嘅啊，揸車5分鐘，步行10到15分鐘即可到達三寶會員店。咁我平時喺嗰度行下街買下餸買下嘢，翻屋企幾方便啦。
其實你買樓翻嚟大灣區買樓，無非就係諗住一個退休環境更靚同埋更方便嘅樓宇噶嘛，係嘛？咁環境靚嘅又有啦，樓下又有巴士，我直接往返香港啦。再有樓下就有大型嘅商場啦，甚至有中山北站啦，可以坐翻我哋高鐵翻香港啊，甚至坐地鐵去廣州、珠江新城探下朋友、飲下茶啊。實際呢個區域嘅交通路網同埋環境同埋所有嘅配套全部都係完整嘅，就唔使話講等到幾時噶啦。所以如果想買完整嘅配套、完整嘅樓嘅，就不妨睇一下呢一個江月灣啦。因為江月灣呢一個咧，我哋呢一等樓咧係12月份就收樓嘅，即係換言之，辦好手續即刻可以收樓，即刻可以辦證嘅，就係呢一度啦。OK， 咁江月灣呢個盤咧就拍到呢度。如果有興趣嘅，可以右上角私信翻 Simon 攞翻個詳細嘅資料，或者直接跟埋我哋嘅睇樓團嚟到我哋嘅實地考察翻我哋所有周邊嘅配套同埋環境，再加上所有Simon講嘅配套呢啲係咪真係咁完善都 OK 嘅。咁再補充一句，我哋呢一個107平方嘅總 total 銀碼咧就160幾萬就有交易啦，而且3萬蚊即可上車，月供5000零蚊即可擁有1000尺嘅豪宅望江景嘅單位。你話喺中山邊度揾得到啦？講真一句，我自己係中山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喺中山可以望到江景嘅單位嘅樓宇嚟講咧，真係少之又少啦。如果你又正啱想揾大灣區嘅樓，或者淨係想揾翻江景嘅樓嘅，不妨過嚟睇睇呢個樓盤 ，Simon 真係冇介紹錯嘅。OK， 大灣區買樓揾美麗家，給你嘅美麗的家，我係 Simon。咁今集節目就拍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